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咱来吟2节。
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6首，打愿感谢上帝。游玩徛咧，一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用启应的方式来一齊讀上帝的話語。啟應文第62篇，也就是腓立比書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結連，有得到激勵；既然恁甲聖神有交誼，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諧的感情，唔通自私自利，唔通追求虚榮。
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佮公义信实的爸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大声要恳求你怜悯阮，赦免阮的不义。阮常常疼心无够，自私。追求浮盈，只求满足家己，无顾别人。阮实在是罪人。有时阮面对邪恶，嘛会急点点毋出声，这也是邪恶。求你赦免，求你怜悯阮。主耶稣，阮要自神看你，仰望你，恳求你，互阮恢复起初的疼心。就是起初，伊丽莎白牧师娘开始设立东门团契，照顾即所在弱势兄姐的疼心。因为你有讲，做伫至微细的，就是做伫你心上。求你帮助阮，互阮的疼心，毋仅是用讲的、用唱的，乃是实际行出你的疼甲公义，去疼小微细。关怀弱势，真心接纳因做阮的一体。因为东门教会起初就是安尼来设立的。亲爱的圣神，求你充满阮，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帮助阮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你相同行。愿阮的所做，会当满足你的心愿。赢过闹热的限制，伫阮徛起的所在，正做光甲盐来荣光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同心甲圣歌队主来献上俄乐，耶稣你名。
恭敬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2章第1节到16节。兄弟姊妹，我以前去伫恁遐时，无用水的言辞，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啥物都毋讲，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受钉死伫十字架的事。我伫恁遐时，软弱，阁行甲屁屁喘。我所讲的话，所宣讲的信息，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是靠上帝的神的大能力来证实。是要互恁的信仰，毋是靠人的智慧，是靠上帝的大能力。虽然是安尼，对遐个灵性成熟的人，我嘛有讲智慧，不过毋是即世间的智慧，嘛毋是即世间注定为实实的统治者的智慧。我所讲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是对人稳密的，是上帝为着要互咱得到荣光，伫创世以前就先决定的。即世间的统治者，无一个认捌即个智慧，因若捌，就袂将荣耀的主钉死伫十字架。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到，嘛毋捌有人想到的。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个事对咱启示。圣神特地知万事，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只有人家己内面的神，才知家己的事。亲像安尼，只有上帝的神，才知上帝的事。咱领受的，毋是世间的神，是对上帝来的神，要互咱知上帝赐予咱的恩赐。所以，阮对属灵的人解说属圣神的事，毋是用人所教的智慧，是用圣神所教的话。属血气的人袂当领受对上帝的神来的恩赐，这个恩赐对伊来讲是愚戆的，无法度了解，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领悟。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不过伊本身的事，无人会当甲伊判断。圣经有记载，什么人知主的心意，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毋过咱有基督的心意，正道对心认捌，请王光传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会当三甲主持伫遮灵。虽然天气真冷，但是咱也同齐伫遮灵来敬拜。伫今仔日，咱所要读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写的。伫写这段话的时阵，伊人无伫即间教会，伊伫别个所在宣教。伊写这个批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帮助因会当伫因要面对的困境，以及即摆咧面对的困难，有法度来调整，甲得到帮助。也愿今仔日咱所看的，当成做咱的帮助。保罗伊的目标是要提醒甲鼓励信徒，互因有能力来面对因伫遐恁拄着的无共款的状况。遮恁的状况有包含着因咧混动，也有包含淫乱。教会中的信徒互相来过的问题，也有性产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对高我目的的观念的问题，因有足侪无共款的想法伫遐恁发生。伫今仔咱所读的第2章，也特别是保罗要帮助遮恁的信徒，去建立因对上帝有正确的认捌，并用安尼的认捌来塑造合上帝心意的价值观，无去倚靠伫因生活中因所经历的来成做因所做的选择。
伫哥林多教会因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一个真丰富的环境。伫遐恁因为有两个港口，这两个港口也真做这个所在，伫经济上有真好的发达。所以有真侪人为着要来趁钱也好，要来看更较侪代志也好，入去到这个城市。所以人愈来愈侪，代志也因为人会无共款，愈来愈复杂。所以咱会当想象，为什么伫咱咧读的哥林多前书会有遐尼侪问题？因为教会伊毋是关起来的所在，伊也面对着社会。教会咧影响社会，社会也咧影响教会。咱咧看的即个第二章，特别是保罗要帮助因，伫迄个时阵，因的即个哥林多地区，因真看重一项事，就是希腊、修辞学甲哲学。因真看重即个智慧所带来的帮助。因判断一个人是毋是有价值，是好的、牛的人，是看伊的口才。因为口才甲辩论的能力是对一个人的内在所发出来，所以因也透过这个方法去看一个人是毋是有价值的。因也透过学习这个方法，要去找到每一项代志，敢是正确的，敢是真正符合真理的。甚至是判断每一项事，伊到底是对我有帮助啊无？伫安尼处境内面，影响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因也将安尼的价值观带入去到教会内面。伫即间教会内面，因一部分的人是犹太人，一部分的人是希腊人。犹太人因本来有家己对家己传统信仰的明白，佮坚持。希腊人因透过宣教，而且使徒对因来宣教耶稣基督，因重新来明白这个信仰。所以伫新甲旧，伫哥林多这个所在，咱会当想象因的信仰明白是无安那无稳定的。所以上帝伊拣选一个真特别的人，加做因的帮助，就是保罗。保罗伊捌为着要维护犹太教来迫害基督徒，但是也因为上帝的呼召，伊来跟对耶稣基督，并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伊这特别的身份，加做哥林多教会真侪伫信仰面对的问题中间有新的看见，也带领应用正确的方法去明白到基督是立嘅信息以及上帝的恩典。今仔日咱所读第一章，保罗是安尼讲：我以前去恁遐的是无用水的言辞，也是智慧宣认上帝奥秘。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啥物拢毋讲，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受顶伫十字架顶的事。我所讲的话，所宣讲的信息，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是靠上帝神的大能力来证实。是要互恁的信仰，毋是靠人的智慧，是靠上帝的大能力。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哥林多的人来讲，一个人有智慧，也是无智慧，判断的方法是对因所讲，对外在来判断。但是对这个信徒带来另外一层的影响是，因也用这个智慧来去分每一个人的悬甲低啊，也用因去听到的来去判断这个人讲的话有深还是浅，搁进一步去思考，因要爱相信，爱要听入去，爱要去做无。所以这个智慧，真做因伫明白信仰还是军队信仰中间，可能真做因的阻碍。智慧是啥物？智慧这个字伫无共款的所在，可能有无共款的表达。但是简单来讲，智慧是一个真丰富的概念，伊是知识甲经验的累积，是知影啥物是啥物，
然后将你所知影的来应用。就是智慧，伊就是包含你的知影，甲你将你的知影来使用。看你知影偌济，啊，搁看你使用了好无，但是看你是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当一个人知影愈多，搁清楚变啊用，人就讲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这是哥林多的看法，但常常也是咱的看法。知影有分多也少，应用嘛有分方法会无共。知影变啊应用，中间搁有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就是我要安尼做。应用伊的原因是看咱内面。关乎咱是安怎看待这项代志对咱敢有利益无？有可能做了对咱有帮助，咱要做；但是做了对咱无帮助，就算是咱知影做了这是好的，但是对咱无帮助，所以就无做。人有足聪明的判断，就算是同款的智慧，伫无同款的人使用，嘛有无同款的意义。所以到底智慧是好还是歹？其实保罗伊无要否认智慧的本身啊，但是伊要否定一项事，就是强调瓦靠人的智慧来明白上帝的这项事。使用智慧是人的本性，这嘛是上帝创造人的特别的所在。咱会接到咱的知识、经验，去做出符合咱心内所想的决定。所以智慧带来一种物件。安全。当有人发现有一个人，伊接到这个智慧，咧使用的时阵，得到一个真好的结果，咱的本性就安那，共款学习这个智慧。如果这个补习班的学生拢考好的名，安尼我就要送我的囡仔去遮哩，这是一个真简单的判断。共款智慧，互人做认同的时阵，也会变成做一种意识形态。咱袂阁去思考这项代志，伊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咱真简单的判断这项代志，因为大家拢认同，所以大家拢来做，安尼就对，安尼就好。伫人的生活中，咱会主动使用这个能力，有当时啊，咱甚至无主动，咱是真习惯，被动的就使用咱的智慧，军队别人的智慧。但咱爱同齐来思考一项问题。啊，为怎样袂使用人的智慧来明白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咱的回答，伫咱的经验内面，当然是讲因为人有限。但是为什么真简单的代志，咱却无法度去做到？敢讲遮恁的速度、信度，因无了解吗？我举一个啦，下例，互人会当来同齐思考，为什么袂当用人的智慧来明白上帝？只是一个例，有一个未信者，伊判白真重。伊的主治医生甲伊讲，伊剩无偌久的时间。这个时阵，伊拄好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来分享有一个神，伊有会当医治所有病痛的能力。但是你爱相信，这个未信者过几工了，伊决定，安尼我来相信，因为我剩无久的时间啊。当伊相信了，伊就得到医好。这个医好甲相信的过程，互伊会当经验到一项事，就是伊听到别人讲，别人有得到医治的经验，伊本身将这个经验成做伊的应用，就是伊知影爱相信，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伊嘛得到医治啊。对于甲这个分享信仰的人来讲，因为一个共同的经验。但是过了无偌久，过了2冬，当初迄个未信者来信主了，伊的丈夫无信主，有一天拄到一个真严重的车祸，是发生伫伊的翁身上。这个车祸严重到可能因翁剩无几工。伊每一工拢为因翁来祈祷，但是过无几工，因翁也是离开啊。这个时阵，咱会当来思考看卖啊。这个失去翁的
的这个负能人，伊心内会出现什么款的想法？我想到有6项。第一项是这个神啊，伊只会当医治相信伊的人啊。我翁是未信者。第二项，这个神无法当医治吼，拄到严重车祸的人，但是判病会使。这个神，我所相信的其实伊无全能啊。可能是我的祈祷，还是信心无够。这个神可能是要爱我，要使用我，但是伊欺杀我翁。其实无神，其实无神。当初我会当得到医治，是因为我的生命力有够强，是拄啊好尔。咱会当想象这个负能人伊出现的想法，因为伊所经验到的甲明白的，只有一个赞处。这个故事会当互咱明白人。咧判断代志，其实无当到完全。智慧是应用经验甲知识累积，去找到一个家己想要的结果。但当人对上帝经验甲明白无完整的时，佮无得到家己想要结果的时，安尼这个智慧，就要成做咱信用上的限制。这个咧，我知影是一个真极端的咧，但如果咱咧军队上帝，伫咱有限的时间内面的事，咱甲即个负能人同款，咱对即个神的明白停留伫用人的知识去明白。安尼，即个故事伊就毋是一个例，伊上时也是咱遮个军队主的温度有关的例。但是上时聪明的人爱说你，当你明白。每当我靠人的智慧来明白上帝的事，聪明的人，伊就选择行伫另外一边，伊就无用人的智慧，但伊也无爱搁去明白，因为反正安那想拢想袂通，规气莫想。安尼的做法是聪明的，嘛是愚公的，所以爱说你。安尼到底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以及咱爱用什么款的方法去明白上帝？保罗安尼讲，要互恁的信仰，毋是靠人的智慧，是靠上帝的大能力。我要讲的智慧，不过毋是我要讲智慧，不过毋是这世间的智慧。我所讲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是对人因温捌的，是上帝要为着互咱得到阳光，伫创世以前就先决定的。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耳孔毋捌听到，嘛毋捌有人想到的。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个事对咱启示。圣神托底知万事，连上帝亲的旨意嘛知。所以，阮对属灵的人解说圣神的事，毋过用人所教的智慧。毋是用人的智慧，是用圣神所教的话。所以保罗到底要表达什么？什么是上帝大能力？什么是咱要挖靠的？上帝大能力，基督是直接的信息。当咱去思考耶稣替咱死这项事的时，这项代志就是上帝大能力，就是拯救。因为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过活，甲上帝恢复关系，甲人建立新，阁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关系。伫上帝的智慧内面，保罗讲，迄原本无人知影的奥秘，是拯救的计划。上帝才来圣神启示咱，互咱会当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见真正有价值的。第2章60到15节，保罗所讲的这段话，当我去看到我伫东门教会所服侍主日学以及青少年牧区的少年组的时，我有真深的体会。伫教会内面，会主动行入到这个礼拜堂的，就是你主动，无人甲你讲。
是咱相信这个福音，受洗，咱清楚知影来遮要创啥，所以咱就遮恁叫做基督徒。但伫教会对面，每一个礼拜的儿童主日学，遮恁的囡仔，也有可能是今仔日坐伫即边的青少年，因来到遮恁的原因，有可能是啥物？因厝内有基督徒的长辈。所以，因将因带来到教会，希望遮恁好的物件，因也会当得到，互因会当伫遮恁起做信仰教育，对上帝有更加多的明白。但伫服侍现场，毋是安尼，这是理想。大部分的时阵，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因袂大声唱歌，因袂，直直看到老师会不断的鼓励。因才会勉强来配合。青少年，因呢，若是听到今仔日的聚会是要看圣经，哦，迄个哈耳啊。但是若是要拍篮球、要耍躲避球，哦，迄精神就拢来啊。这是为虾米？这不表示讲这个决定甲行为是错误的。其实，因甲咱也无伫共款的所在。就是因还袂行伫相信开始的路，因即摆咧学习的是明白，甲要选择相信。所以当因开始咧大汉的时阵，因有无共款的体会，咱也知影，因一定会当体会到什么是稳定，但是因需要时间。但是我拄来到遮恁做团队的时阵，因为我较早无做过团队嘛，我拄开始来遮第一档的时阵。我看到这个状况哦，我看到安那唱歌吼，嘛是我咧唱，啊恁仔拢伫遐咧讲话哦，迄是做切心的代志，你知无？哦，我袂当切心，我爱表达有信心。啊，当我咧带青少年的时阵吼，我拢爱想讲，即个聚会讲好耍，当然好耍会当耍出有意义啊，但是我有限啊，我会真紧张。即个紧张甲烦恼。差不多同我的时间，帮助我得到答案，了解要安怎做的时，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讲，什么叫做交托予上帝？就是我将我交托予上帝，但是我将大家人拢抓伫手中，希望因会当照我的想法来去做。但是我的学习中，青少年也好，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也好。交托予上帝，安尼的道理，其实伫咱继续看落去的第3章《哥林多前书》第3章就要讲到。我知影，但是我无法度做到。真正帮助我有法度去做到，佮清楚明白的，是上帝的灵伫我内面动工啊。但是呢，佫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是我也愿意不断来将这个话放伫遮。透过编译牧师，伊伫每礼拜分享，其实伊无特别去讲到要安怎牧养啊，伊袂伫讲道中间去讲牧养的方法嘛，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有牧养的想法，伊无特别讲，但是伊伫每一届的讲道内面，就诚做我的帮助。真奇妙的，我就发动对真远的所在想到上帝要爱我做的代志。落去对上帝的明白，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期待啊，改变我靠家己的智慧去得到家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伫去年年底，有一群青少年，甲咱同齐选择同款的道路，就是这条信仰道路。其实我无想过，我想讲应该爱等因大学才有可能，也是出社会拄着困难，因才会需要上帝。我无当想象，迄个伫我头前喊伊的，伊有法度来受洗咧，恁知无？迄真冲突。但是上帝的带领就是超过人的想象。然后伫2礼拜前，中间有一个受洗的青少年，伊甲我来分享。伊讲伊毋知为虾米，伊听讲道听甲会想要哭。这是伊过去无经验过的，嘛无体会过的。当伊甲我分享这项事的时阵，我真感谢，因为咱在座的各位
拢知影这是一个见证，因为伊的心已经愿意来听上帝的话，嘛将上帝的话放伫伊的内面。所以每一摆伊咧听讲道也好，敬拜也好，圣灵就咧感动伊，要帮助伊面对任何的问题，也有法度互伊做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代志。所以我想要讲，感谢上帝。人的智慧是应用家己的才华、经验去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上帝大能力去明白伊的方法，却是将知识甲经验放下，选择相信，过来学习慢慢听候，互上帝掌管做伊要做的。最后，毋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期待，却是谦卑顺服上帝予咱的结果。这甲咱拄则讲的人的智慧是无共的，因为这个中间有真侪是咱人去看的时阵会惊的，因为你毋知头前的路是啥物，你哪会敢相信？但是亲像照圣经所记载的，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到，嘛毋捌有人想过。这款的经验无人经验过，但是透过耶稣基督，众人拢经验过，也知影啥物叫做十字架上的信息，以及上帝的恩典。当咱坐伫遮恁看第二章的时阵，其实第二章伊要分享的对象，较毋是还未认捌主的人，是对认捌主的人来讲的。所以当咱愈看愈到后面的时阵，会发现，伊特别要讲的叫做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无接受的人会人看做是孤戆的。咱领受就真做有信心，甲咱同在，内面就有基督的心。当世界价值观要爱咱对家人行到家人的时阵，愿上帝会提醒咱，互咱会当用基督的心甲属灵的眼光，互咱会当对遮去认捌，对遮去看见，用心去真做认捌上帝的起头，毋是用人的想法来去定义咱的上帝甲认捌伊。安尼基督是未加信息，上帝大能力，伊个智慧、心性的感动，就要甲咱同齐做伙，调整咱的生命，帮助咱做出正确、佮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愿今仔日第二章的信息，甲上帝的话语，会当成做咱伫信仰中道路的帮助，咱单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透过你对信心，互阮的了解甲启示，互阮清楚知影，阮道的道路要安怎来行，互阮会当瓦靠上帝你的大能力所带来的，毋是靠阮的智慧才华，互阮谦卑顺服，你来合适，也认捌你。阮将一切献上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咱用圣诗第9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来回应上帝。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赎罪，我将仰望世主。
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大家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好，咱今年度的会员好会会定伫2月22吼，迄一日来召开吼。所以迄一日共款咱就是联合礼拜吼。所以咱的会员名单对今仔日开始已经公布，踮伫咱礼拜堂后壁会公布拿吼。所以嘛，请咱的兄弟姊妹来做见证。若是迄一日2月22。无法度出席的会员吼，请咱会当咱的区长，也是办公室这边来做请假，通帮助咱会当踮伫迄个点名的部分会当得到顺序，所以请咱会记哩吼，咱的好会会定伫就是2月22，就是过年的最后一日的休假23就开始要开学吼，所以请咱来注意这个时间点吼。好，过来，煞来即礼拜张简牧师会有新春的休假，所以若是有着急的代志，拢会当甲我这边来联络吼。好，煞来，今年是咱即间礼拜堂，咱教会礼拜堂的献堂100档吼，所以今年到今年拄好100档，所以咱的历史小组吼，有特别用一个活动5万会当来收集。关系到咱大礼拜堂的相片吼，所以请咱来注意吼，会记哩，踮伫4月12进前吼，请咱会当转去厝的来看卖，踮伫厝内底的礼拜堂，特别5万公踮伫遮写着吼，1980年以前的相片吼，这毋知大家爱转去认真查吼。1980年进前，就是民国69年进前，恁若是有翕相，用即个大礼拜堂来做迄个背景，无论是任何大合照，也是结婚的大合照，
请恁若是有找到，会当摕来办公室这边吼，咱遮随做扫描了，会阁幸福你吼。望讲，因为要纪念即间礼拜堂的100档，所以望讲咱会当来办一个展览吼。所以若是请咱会当转去厝诶来做伙敲揣看卖，特别是愈早以前愈好。若是甲来摕来教会遮教会扫描，拢会当搁放大嘛。吼，所以请咱会记哩会当转去厝诶斗三工来敲揣。即间礼拜堂咱有甲即间礼拜堂大合照也好，也是类似遮个相片来做斗三工，帮咱会当做一个真好的展览，来一人介绍讲，咱即间礼拜堂到呾已经有100档的时间吼，好所以这项事请大家会当斗三工吼。好搁下来咱台语白话字班特别因嘛有。遮个课程继续要来进行吼，所以嘛望咱有想要上课的人吼，课程的资料拢记载踮伫咱的周报中间，要上课会当办公室这边来登记甲报名吼。好，搁刷来咱也特别关心学志兄的家庭吼，学志兄踮伫2月初4蒙主稳调，会定地踮伫即礼拜拜六。上午9点踮伫殡仪馆来举行日验礼拜，下晡2点会踮伫咱的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嘛踮伫祈祷中间特别为着学志兄因整个的遗族关心甲代祷好。好，我就做以上遮的介绍甲报告好。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遍，请兄姐来读2遍。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不过伊本身的事，无人会当甲伊判断。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咱来读2遍。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不过伊本身的事，无人会当甲伊判断。哥林多前书2章15节，搁一遍。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不过伊本身的事，无人会当甲伊判断。哥林多前书2章15节。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恳求主你引带我的脚步。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作为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大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请坐。